今次帶大家嚟到西營盤一個完工單位，呢個單位做咗全屋翻新工程，包括油漆、水電工程、更換鋁窗等等。而客人都係成功申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8萬蚊嘅資助。有興趣想查詢計劃內容，可以聯絡我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